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陳大發探訪頻道，我係今期嘅主持人 Eva。咁2026年新年過完啦，咁呢亦都係新春嘅第一首波。咁呢今期呢嚟到咗東區嘅一個樓盤啦，咁佢呢個樓盤呢就係起好咗好耐㗎啦。今年呢終於低調咁樣首波開始入市，冇錯啦。咁依家呢我亦都係目前喺佢嘅售樓部位置嘅嗱。咁呢，先賣個關子先啦。呢個樓盤叫咩名？睇埋片落去，會同大家即將一響揭曉。咁呢一個位置地段呢，而家呢係目前係講東區嘅一個城心中央，一啲都唔誇張。點解咁講？嗱，可以見到我身後處呢，就係各大銀行嘅一個心臟並脈啦。咁呢，而且呢度行過去500米就係我哋嘅一個城區最大嘅1300畝嘅一個公園啦，冇錯啦。咁呢個樓盤呢，除咗係東區嘅一個 CBD 中心位置，同樣亦都係喺樓下家門口步行就可以行入嘅一個公園式生活啦，冇錯啦，就係我哋嘅一個魚龍軍府啦。咁呢，目前呢，佢在售嘅面積呢係102方到148方嘅一個面積段都有啦，而家經報新春價。一口價12800就可以任揀樓層。咁佢呢個位置嘅地段，東區相信大家嘅話都係一啲唔陌生啦。咁老規矩都係同大家介紹下佢呢度嘅位置。可以見到我而家咧就喺你屋企嘅樓下。咁呢條咧就係東區嘅一個紫嶺嘅一個區域範圍啦。呢度步行出去咧就係我哋嘅中山路啦。中山路咧匯聚住所有嘅一個金融中心啦、機關單位中心啦，同埋我哋嘅吃喝娛樂都係非常之集中嘅。咁咧呢度3-5分鐘就可以去到商場啊、購物啊、市場啊、Coco City 啊、富日城 Top Party 啊，而且步行過馬路咧華潤萬象啦。咁呢度過去咧路口過300米咧就係我哋嘅紫馬嶺市場啦。咁同樣咧，紫馬嶺嘅學校啊，呢度嘅校網資源咧都係非常之豐富㗎。可以見到街下邊嘅樓下嘅商鋪咧，等等啊，呢啲嘅話都係非常之成熟㗎啦。咁咧唔想行路太遠去商場嘅，步行落樓咧就可以 coffee shop 啊，同埋烤肉啊呢啲咁樣簡餐啊，同埋洋山雞啊等等呢啲粵式菜系，通通都係有選擇嘅。咁今日嘅天氣咧，嗱陰天陣陣，因為佢新年開波第一個首次推出嚟嘅產品咧，都依塊咧都係馬不停蹄咁樣同大家出一條片，同大家推出一手嘅最新資訊。咁呢，依家佢嘅可以見到佢嘅全部都係現樓現證㗎啦。咁佢嘅建式風格呢都係非常之獨特㗎喎。有冇一啲法式嘅 feeling 啊？咁而且呢，佢成條馬路嘅街道呢，而家呢，因為佢係起好之後，咁呢個發展商呢都係非常之有實力嘅，北京嘅一個國企企業。咁目前呢，到時候呢啲商鋪開通咗之後呢，都係非常之方便㗎。嗱，可以見到佢上邊都種滿晒一啲花，咁咧而家春天鳥語花開，百花齊放。中山咧點解港人咁多選擇咧？無疑乎佢嘅一個低物價、低房價之餘咧，仲有係佢嘅一個環境都非常之唔錯㗎。即刻同大家上去睇下佢嘅戶型格局係點樣先。咁依家咧已經上到嚟樣板展示間，咁我哋今日睇呢套咧就係兩梯兩伙人家嘅。咁咧佢呢個樓盤屋苑咧係有一個低密度嘅，咁咧先睇呢個119平方係做咗大3房嘅。咁咧因為佢呢度咧就係無批交付，咁咧而家開發展商咧做呢一個裝修咧，其實係可以忽略不計。咁啦，同大家介紹下佢個戶型格局係點樣先啦。首先一入嚟咧，呢個空位而家佢係做咗一個濕離機，咁到時候呢個櫃嘅位置其實係好闊落嘅。咁咧其實佢就都係屬於南北對流嘅，可以見到餐廳、客廳嘅位置嘅話都係連埋一齊啦，咁咧同埋佢嘅廚房做咗開放式，同埋咧佢呢個中島台嘅位置咧，咁咧就係設計得比較左頂啦，咁所以咧睇起身佢呢個戶型格局咧就係唔係咁闊落。嗱咁咧其實佢屋入面嘅格局咧就係方方正正嘅，咁其實咧睇起身就唔闊落啦。其實咧戶型唔係佢嘅亮點，最大嘅亮點跟我出嚟，出到嚟呢個露台嘅位置可以見到啦。成一個誠心俯瞰喺你腳樓下，一覽無餘。嗱，下邊咧係佢嘅一個別墅區，咁別墅區咧而家目前咧都係仲有1-2套，咁大概咧就係500萬起步。如果感興趣別墅嘅朋友，亦都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知，send啲資料俾你睇下。嗱，同大家講下佢呢度可以望到咩呢？呢度對面咧就係我哋嘅一個
城深最大1300畝嘅一個綠肺公園——紫馬嶺公園啦。咁呢度啱先咧同大家介紹下佢個大門口步行嗱，見到咩紫馬嶺公園啊幾個字？嗰個咧係佢有一個門口穿過去嘅。咁咧我哋中意行山同埋散步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到市區嘅繁華咧。咁呢個位置咧真係非常之不得了啦！出則繁華，入則寧靜。咁咧嗱，再遠少少可以見到我哋嘅一個遠洋集團啦。咁遠洋大信啊，都係喺嗰度，同埋前面白色頂嗰度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東區嘅一個博覽中心啦。咁呢度距離嘅一個博覽中心都係非常之近嘅，大概咧2-3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啦。咁眾所周知啦，博覽中心返香港嘅朋友有一個接駁車18蚊，直接可以去到深圳灣嘅。咁再過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城市摩天輪啦，包括佢嘅一個地標性啦，同埋後邊，因為呢邊咧就係永久性景觀啦，因為呢一個公園咧係永遠冇可能開發嘅，咁所以咧佢呢一個景觀咧點解？因為呢度咧之前最高峰咧呢個地段你冇2萬蚊睇唔到，依家發展商啊認清現實，終於捨得出貨啦。咁呢個價錢12000特價，我覺得值得過嚟一望。咁咧廚房就唔係好大噶啦，咁咧就呢度咧佢嘅裝修風格咧就唔知道啱唔啱大家嘅口味啦，因為佢呢個咧係偏現代嘅一個奶油風。咁佢廚房咧對過嚟就係呢一個洗手間啦。咁其實洗手間咧可以做到3段式咧，120平方接近嘅一個面積單位啦。咁其實佢嘅一個弧形嘅得房率咧，肉眼望起身就唔係好高噶啦，但係咧志在佢呢度嘅地段咧係無可複製啊，冇得彈噶啦。嗱，第一個房啦，咁房咧其實佢呢個窗咧就開得有少少，咁咧每間房都可以望到公園嘅，咁所以佢呢度咧就係真真正正係住喺宮入邊嘅房。呢間房咧就係望我哋嘅內園景啦，咁呢邊咧就係望公園嘅一個樓下公園啦，可以見到真係住喺東區，除咗佢係 CBD。唔缺嘅就係公園，同埋佢呢個咧本身就係低密度嘅一個小區，同埋佢一個住戶咧本身就係唔多。咁再嚟到咧最後嘅一個主人套房咧，主人套房其實仲有一個 idea 咧，就係見到未啊？佢呢一排櫃咧就係做咗喺入門嘅位置。咁如果話住嘅人口唔多嘅情況咧，其實呢間房同嗰間房咧係可以打通嘅。咁你呢間房咧就無敵啦，可以將呢個衣櫃嘅位置移咗去嗰邊做你嘅書房或者係做你嘅衣帽間。咁你呢度咧真真正正係可以享受。見到未啊？嗱，攝影師過嚟呢度睇下，喺呢間房望住出去啊，永久性嘅公園景觀。咁咧呢度咧其實咧係完全冇遮擋嘅，同時咧矮樓層啊，包括10幾樓左右嘅咧，都係可以望得到咁樣嘅景觀嘅，而且全部都係南向嘅方向。咁咧佢同樣呢邊咧都係帶有一個套廁嘅。其實呢度最大嘅亮點咧就係佢嘅地段位置。好啦，而家咧就先介紹住一個戶型單位先。嗱，啱先同大家介紹完119咧，佢仲有一個王炸戶型就143嘅，咁咧係119嘅加大版，入嚟大家望一望先。咁咧呢個咧就係4房2衛嘅，入門口呢個贈送一本，可以見到呢一個其實係非常之誇張嘅。咁同樣啦，亦都係毛坯。嗱，呢一個裝修風格，你又會唔會中意咧？如果中意，可以參照佢嘅裝修風格。嗱，現代奶油風。咁咧呢個咧真真正正係做到南北對流啊！呢個廚房真係市面上非常之少嘅設計，橫豎咁樣豎過嚟，然之後咧真正嘅廚房餐客一體化啦。咁咧到時候其實佢嘅交付呢度係有一個門嘅，而家開發商打通晒。咁望住咁靚嘅一個園景煮飯咧，心情都非常之舒放啲啊！呢邊嘅位置視野咧，同啱先同大家介紹嘅119咧，佢係一模一樣嘅，可以見到。哇！佢嘅露台真係大到非常之誇張啊！143喺東區呢一個核心嘅位置，嗱，望出去嘅景觀同樣都係無遮擋嘅永久性景觀。嗱，咁咧買呢啲戶型咧，咁真係多人啊，同埋真係注重品質地段學位嘅客戶群體咧，對呢個地段咧係真係非常之青睞嘅。咁咧做咗4房嘅入去，大家望一望佢嘅房間咧，嗱，呢個咧就係第2間房啦，因為啱先第1間房喺門口咧就做咗個工作室。咁咧房間咧就唔係好大，但係咧都係放得落米半嘅床。咁咧如果係屋企有小朋友住嘅咧，或者係2個人住啊，想要極
置嘅一個空間感咧，咁咧可以將兩個房打通佢，咁咧就非常之豪華闊嘅一個。咁佢呢個主人房咧美中不足咧，就係呢個牆體咧就美中不足，咁咧導致佢個窗台嘅位置咧就窄咗少少。咁咧，同埋佢呢一個洗手間嘅位置，而家咧可能係比較偏現代化啦，做咗一個透明嘅玻璃咁二人世界咧就係非常之 enjoy 啦。嗱，咁咧就同大家介紹咗119同143嘅戶型啦。咁老規矩，先總結優點，後總結缺點。咁咧首先講到優點啦，咁佢呢一個御龍軍府嘅一個地段咧係位於東區嘅一個核心位置，無論佢嘅一個周邊嘅衣食住行咧都係地段非常之有優勢嘅。第二個咧就係佢窗外嘅景觀非常之視野一流，可以講係永久性景觀。咁第三個咧就係相比於以前嘅價格高峰去到2字出頭嘅咧，而家12000就可以攞到呢個咁核心嘅地段咧。相對於睇東區嘅一個朋友譬如話澳豐天御博愛里同埋華鴻軒呢啲等等嘅樓盤嘅話，價錢上同埋佢嘅一個地段上咧都係有優勢，因為呢度咧係唔近博愛路嘅，而且係圍有住成個一個紫馬嶺嘅山腳下，咁咧空氣咧都非常之好嘅。咁咧有優勢肯定係有缺點噶啦，咁咧佢呢度咧就係一期呢度咧係會有參雜埋同一個政府嘅一個高端嘅一個人才房而組建合啦，咁所以咧而唔係普通嘅嗰啲回遷房啦，咁都係政府都引進一啲高專人才啦，咁政府咧就可能會回購一批房產嘅話，專門去針對呢啲人才房嘅一個計劃嘅，咁所以咧就圈層咧可能會有錯落咯。咁佢呢一個樓盤咧咁賣咧都有3-4年嘅時間啦，從產品各方面咧肯定就係冇而家4.0嘅一個產品嘅一個戶型得房率咁高啦。咁好啦，今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唔知呢度嘅一個戶型你又唔會中意咧？歡迎評論區一齊大家討論一下。咁如果感興趣呢個地段咧，亦都可以評論區留言話俾我知 ，send 啲資料俾你睇下，同埋咧根據你嘅實際情況幫你匹配你想要嘅房產。好，今期分享到呢度，下期再見。